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由这个立委张家斌所主办的青年志工团，这21个人的登山队，昨下晡4点，伫要到台东浸水营古道的时阵，互虎头蜂来攻击。 有3个人互蜂顶受伤，其中一个姓洪41岁导游，为着要保护学生，是互蜂顶30针以上。救护人员赶紧帮伊来注3剂强心针，但是送到病院的时阵，人已经昏迷，急救救无转来，伫半暝啊2点外亡生了。放哦，一定要下山了。姓洪的向导暗时10点，互人扛落山，人真艰苦。 有虎头蜂顶着，就算已经落山。大哥还好吗？太头讲无乐观，是要挖靠救护人员加扛落车。立委张家斌主办的青年志工团，伫昨下晡4点，要到台东浸水营的古道终点，规团21个人向虎头蜂包围。姓洪的向导因为指挥学生莫挖紧，被顶差不多30下，倒伫涂骹爬袂起来。4点119接到通报，暗时7点，消防人员到现场10点。 将着小人送落山，先煮3重的强心剂，会意识保持清醒。暗时11点送到急诊室，经过抢救真危险。头早2点，姓洪向导医院救无活，前后6点钟。我们讲说有蜜蜂，然后会攻击，他直接说会攻击，他就讲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。死者是前行政院长苏贞昌的机要秘书，即马登去故乡伫立委张家斌的服务处服务，因为即摆承办活动的这个女领队，毋捌经过浸水营的古道，有经验，伊就协助带队，想要到。 发生危险。它的毒针是可以重复使用，一只虎头蜂一咬就会致命，那甚至咬了20几个，那对生命的危害是很大的。虎头蜂的毒性真强，被叮到了后有严重的过敏反应，甚至是休克，较严重的会无命。一般被叮到的所在拢是伫山区，等人解救的时间，初步的自救要用冰架落去捂，医院都要赶紧去病院，因为6点钟至12点前后。 会发生规身躯毒性的反应，即摆姓洪的向导等人解救的时间前后有6点钟，抢救了后医院嘛是无效。另外一个16岁男性高中生甲19岁女性大学生毛被叮到，加在因就医的时，佫在人被送到台武卫生所去治疗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